这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那个给我们都兰的年轻人的一首聚会歌，然后很像传统调，因为对我来讲是太久没有人做这样的创作，所以人家还以为是传统歌谣。然后那时候报名比赛，我忘记是金鹰奖还是金曲奖啊，他说楚命，你这首歌是传统歌谣，不能说你自己创作的哦。我说这不是，这是我自己创作真的。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证明给你看。我的歌，我的协议说我是阿美族的。对，这是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太久没人用阿美族的旋律创作。其实每个族群都有他自己很特殊的音乐的旋律。中国有五声音阶嘛，然后印度有印度的音阶啊，连日本什么冲绳调都有冲绳自己的音阶。其实阿美族也有自己在旋律上面的一些音乐符号的音阶这样，然后加上我们的唱歌的口气，还像什么一样。但是这个东西就很久没人用，没有人拿来让这个素材来创作。我那时候自己觉得，老人家都有很多聚会歌，有的时候是他们自己即兴的，唱久了就变他们自己的流行。然后这首歌也当然就这样传下来了。每个年代都有，但也有很久的以前的歌，这样不可考的年代。然后有一首歌我很喜欢，我也常常拿来唱。那因为在这首歌还没有被大家知道之前，大家都以为只有老人家能唱，所以他就会给这个歌一个名字叫老人饮酒歌。我也想说年轻人也可以学着唱。所以一开始我就很认真去把这首歌学好，但不太容易啊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阿美族很特殊的唱法，所谓的复音唱法。阿美族来讲，用阿美族的话来讲叫马扎扎，然后马扎扎嗨这样子，就是这样的唱歌的东西，就是和音不对称的，然后两三个主旋律在跑，然后马扎扎就是那种公鸡在叫那样，咕咕咕。一只鸡在叫，旁边的就会附和，咕咕咕咕咕。对，老人家觉得那样的声音很美，很有力量，就是大家都也是清晨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叫声，所以他们会形容这样的唱法就很像那样，有力量，然后有声音洪亮，所以阿美族的歌谣大部分都很喜欢飙高音的，尤其是妇女的部分。所以一定要喝酒开嗓。没有，后面是我自己教的。那我去唱这首，然后这首歌我就换了一个名字，就是很难得聚会的，所以叫做《欢乐饮酒歌》，献给各位。